澳門中聯辦3月13日下午召開全國兩會精神傳達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華、中聯辦主任鄭新聰、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岑浩輝、前行政長官崔世安、賀一誠、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劉毅良以及全國政協常委崔世昌等，共240餘人出席參加。機遇好多，就係點樣用好15-5規劃，即將編制之年，將我哋自己澳門未來嘅5年規劃啊，點樣銜接好更好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將我哋澳門嘅經濟適度多元，更進一步咁作一個長遠嘅部署啊，同埋係築牢往後發展嘅基礎。今年係澳門特區25規劃收官之年，特區政府將做好實施總結工作，並啟動謀劃好35規劃嘅工作，對接國家發展嘅戰略，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嘅發展大局。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就共同貫徹落實好全國兩會精神和中央領導講話，講咗3點意見和4點工作建議。大力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我們要支持特區政府細化產業規劃，讓重點產業發展有目標、有政策、有項目、有成效。加快培育發展新動能，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特別是要深入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在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秦澳居民新聯通上先行先試。促進澳門與橫琴經濟高度協同，規則深度銜接，做好澳門加橫琴這篇大文章。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劉毅良以及全國政協常委崔世昌分別傳達14屆全國人大3次會議、全國政協14屆3次會議精神。